这里是理发厅吧？不过也去洗牙毛耶，有冇头拿毛？这位是智利的一间儿童医院，也在洗毛的，因为做化疗，头拿毛总下绿呛呛嘞。上个时，体片类一位老一条头拿毛绿呛呛的洗蚵的来做假头拿毛。佢看起来动像咩不平嘞？也是委内瑞拉的一间儿童医院，佢哋本普遍嘅小学来学乐器、举办表演，用音乐来疏解情绪。不平是一件动辛苦的事情，好得有人想到办法来听数。唔单唱一条，还有其他辛苦嘅儿童医院哦，向下来看下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熊艺贵，非常喜欢这礼拜的社会实验部。了解礼拜社会实验部，我是要教大家包含你到都去过的地方，医院，我们要去医院。不过，根本看到的之前，让你想象的经验过有啲的所在，到大家把申请内容写小个，就是现场的来宾。其实，在我左手边的是金球王牛歌手，大家好，各位看到的，好久冇看到的金宝秀。大家好，三日提上台俾大家小解的，嘿，够理财。大家好，准备看到小亮。大家好，今天要去看一些超酷的医院，有多酷？看我来看第二礼拜，社会看世界。超贴片的剧展，体育 T and 先来看 News Dog 20都哪位？哎，好像是我们去过的地方哦。巴西有看到吗？个呢？有图片哦，看清楚。哇哦，好酷，蜘蛛人耶！这些了解冲击，因为当年的看到，都巴西一到当年的10月12日是他们的儿童节呢。儿童节的前后，他们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。问题是什么？请问拉强人的真实身份是乜嘅喏？第一，医院嘅院长；第二，写中文嘅工人；第三，就是拉强人。请出示答案。很好，我最喜欢这种答案了。每年的儿童节就会这样出现，然后医院院长只有一个人，所以不太可能就是一个人，然后跑全部都是他在窗户上面吊着。可是这个洗窗工人的器械跑哪去？对，他只是儿童节出来，来逗小孩子而已。这个人是洗窗工人，但是他在这天就当蜘蛛人。对啊，就是这个新闻，我的印象中是医院院长。我曾经听说过，像某个很有名的游乐园里面会有人在扮的那些很有名的角色，他们都是专门请一个人就当那个角色，他的工作就是当那个角色，他的心情、他的整个 feel、他的整个生活就是那个角色。我以为就是蜘蛛人是一个酷手的答案呢，可是听你分析之后，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。你要融入那个情境，融入那个角色，你必须就是很长时间的，就是他，就是扮演他，然后你就变成他了。答案是乜嘅？要抢 News Dog。拜托。Yes， 来，把你的地球拿出来。这张照片你们可能没办法很清楚。来，下一张照片，有没有洗？有没有窗？干不干净？超人。对，而且不止蜘蛛人，你们看到，他们真的就是洗窗工人。哇，完全不同的视角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很高楼的角度往下拍。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，小孩会被吓到吧？他觉得很开心，
惊讶，惊讶中带你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出可是也有现在这里？点吓到。因为可能这个小孩很崇拜这个人，然后结果他就出现他的眼前。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。我觉得都有呢。我想这对孩子来讲，你看他的表情，因为在医院，通常在医院的心情是什么？尤其是他们可能是住院的病患，这某种程度可能也是像是治疗的一部分。虽然治的不是他的病，但整个心境会因此而有转变，好不好？第一题而已，没有关系。但先恭喜军火商干得好，来。聽完隻題目，今日係會齊南美洲係哪位的？讓我來看一下。剛才看的是南美洲的巴西，現在在巴西的旁邊，最左邊很狹長那個國家，智利，智利。智利的什麼？我們看照片，這是哪裡？牙醫，這麼厲害？為什麼看牙醫要戴墨鏡？他在照他的嘴巴啊。對，又不是照眼睛。可是其实当躺在底下的时候，他在照眼睛跟照嘴巴差不多亮的。又是兒童節的禮物，轉移注意力。哎呦，哦，只是原本就戴着，哎呦，這家伙不愧是拿過金球的哦。來，我們來看題目。請問一間醫院千萬年來本身人呢乖乖坐下來。第一，牙齒毒；第二，絕血鬼；第三，食狗嘅。來，請出示答案。我真的一點都沒把握這個答案。吸血鬼比較嚇人吧，小丑太常見了。是。小狗本身你就得讓小狗先乖乖坐好。所以你還找一個東西讓小狗乖乖坐好，對不對？所以那個牙醫都擠滿人，擠滿人，沒那麼簡單。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都會怕小丑，然後怕可能就不會乖乖坐好，會哭。然後吸血鬼也是嘛。然後只剩下小狗是一個可能的，而且小狗就是讓人比較安心，大部分都注意。在我的想象中，小丑是一個非常就是搞笑逗趣的一個人物，然後還會折氣球 ，OK， 然後大紅鼻子，所以可以讓他乖乖坐好。其實我也有聽過狗醫生這個啦，就是有很訓練有素的狗治療那些有心理疾病的患者。可是如果是我是小孩，我不會因為叫安靜，我怕狗啊。OK， 不想看牙醫的舉手，不喜歡看牙醫的。你們看牙醫不喜歡的是什麼？他拔起來那一瞬間。我比較不喜歡就是前面的緊張感，就是可能我今天決定我禮拜幾要去拔牙，然後這幾天就會過得很痛苦。那裡面什麼元素讓你緊張？那個聲音吧。你把它踩的時候會這樣。到底準確嘅答案係哪一家？要請 Newsdog。恭喜軍火商再下一城。第2顆球，來，我給你們看照片。可我怕狗哎。你看，剛才的問題都解決了。狗會不會乖乖坐好？會。特寫，你們看，握着他的小手，有沒有多療癒啊？來，好溫馨哦。看醫生的時候就，而且是一個毛茸茸的動物，然後有體溫讓你感受得到，所以他們就是靠這隻狗分散你對於不管是聲音，還是你在視覺上那個強光的不舒服的注意力。那實際上怎麼執行？我們請狗介紹狗Newsdog。和你爸也去歡欣賞個世界 ，Newsdog 陪我去吧。哈哈，不，我是冇辦法啵，因為啊，我皮細學嘅看牙醫是要經過訓練嘅，一定要愛狗，愛做定元素治療過長嘅收音、鎮痛，還有鹹甜嘅聲。係講本人幫忙嘅係幫腳嘅時節，還愛做定乖乖繼續坐啲細學嘅腳項，換做係愛就會咬我。好啦。佢係啲沖牙師係，冇唔錯，啲皮細學嘅治療以前，狗嘅啊都會經過清潔，避免影響治療嘅衛生環境。有狗嘅來聽書，害怕看牙醫的小孩們一定都鬆了一口氣。錯啊，像一個細學嘅，因為佢有自閉症，後擺看牙醫嘅時節都冇辦法好好放輕鬆來接受治療。一下有愛狗攞佢做伴，佢就唔會咁驚咧。有陣時啊，還會其他脾氣來看牙醫哦。
诶，这里看起来不是牙医诊所，难道狗狗们也会陪伴其他爆片去洗胃嘿？错嘞，也是一间充满莫杯有拉强人的巴西儿童医院。唔看，也就洗胃的都当享受有狗的做饭的时间哦。哇哦，喊电影下，这是迷你马吗？冇错，一间美国的儿童医院请来迷你马，老破片的洗胃的来交朋友哦。第三隻題目，我看哪一隻國家貼片的記載就像 Newstalk。哎，好像在亞洲。哦，歐亞的交界，白俄羅斯共和國。我看乜嘅咧？哦，山洞，它不是一般的山洞，山洞的構成是盐巴的盐洞。为什么我觉得医院在地底下医院？地底下420公尺的医院。哦，大家都當好戲，來看題目。請問一條聲音呢？第一位治療乜嘅病咯？第一，骨頭；第二，小腹症；第三，輻射傷害。好，請舉牌。拜托，我完全很好不能接受处罚。哎，不能换吧？不能换，不能换，牌子插上去之後就不能換，遵守遊戲規則，軍火商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先問你，為什麼你想要換？沒有，就突然想到白俄羅斯在俄羅斯的旁邊，然後車諾比那個車諾比不在俄羅斯啊，在烏克蘭。對，就他就在他那在隔附近。壁。然後呢，反正，然後輻射傷害，他可能要把他們放在地底下某很深的地方才會要隔離他。高麗菜在竊笑了，你講的根本就是我的分析嘛。可是你選的不是3啊，是不是？高麗菜為什麼選3？我覺得憂鬱症先排除嘛，因為憂鬱症在山洞裡感覺怪怪的。很好，應該不會讓它在封閉的空間。對，然後氣喘，我剛剛在想氣喘跟輻射傷害，但是後來就覺得輻射傷害的幾率比較大。向日葵，我好想要換哦。沒辦法，他換我都不讓他換了，怎麼可能？我竟然會忘記。好，你要換什麼？也是3。我想要換的，啊，你想換什麼？輻射傷害。但你一開始為什麼要選2？因為我看他在打籃球，哦，打籃球，打籃球可以治療憂鬱症。就是讓他有一些事可以。哦，那不見得你們是錯的哦。如果運動可以治療憂鬱症，大概只有3%的機會，我們是對的。3%，我還87%嘞。來，請看解答。有沒有？你是不是感謝我？謝謝。要不是我嚴守遊戲規則，你就沒辦法接近金球了。怎麼可能？你算是因禍得福吧？啊，氣喘，我好傷心。趕快叫醫生來。我好傷心。我們看下一張照片。這個姿勢你們有看過嗎？有人體國旗。健身。厲害，兩個都講對。健身當中的人體國旗，他們就是因為他們有氣喘，然後氣喘是什麼時候容易發作？你們知道嗎？對，所以他們在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運動的設備。那怎麼治療？我們請 Newstalk 來解答。氣喘是不是發作的時候看起來呼吸會很急促的病啊？嘿，骨頭徛起來嘅枕頭係沒出，心肝頭扎扎，透氣唔順。接上發作嘅原因係因為氣管受到過敏原嘅刺激發炎咧，氣管變細咧，透氣就唔順咧。對骨頭嘅病人來講，唔單止愛受藥嘅副作用，還愛受骨頭徛起來。故說啊，佢哋就受嚟當到運動嘅機會了。那岩洞對氣喘有什麼幫助啊？寶寶，一間醫院講，鹽濃地位嘅空氣總下都係鹽，透氣嘅時節，
做得清理地本污浊嘅东西，本过敏嘅枕头较稳定诶，唔但将嘅薄合，对其他头稀土嘅病也都有帮助哦。当然，有超过7000个嘅小学老大人来到一个天大下嘅炎龙接受治疗哦。宽恕、晕痛、休息，好充实的治疗哦！真好奇，充满盐分的空气，披起来黑马给米西。来，摄影大哥，我们一起来巡视一下。今天第一位参赛者得到的是 ，OK， 好，第二位参赛者非常接近拿金球了。第三位参赛者得到的也是0颗球。第一位，哦，对不起，小亮，加油了哈！最后一次机会，破蛋，3位就看这一题啦。来，我现在为又抢 New Stock。会孵出小鸡。哎，来到欧洲了德国。 ，Germany。我们来看德国的题目是什么？请问一间医院本小学的老麦嘅做手术咧？第一，助行；第二，天竺鼠；第三，太体蛹。请出示答案。我觉得天竺鼠有点恐怖，就是对儿童来讲会可能觉得有点恐怖。然后泰迪熊又感觉没有 feel， 没有 feel， 没有开刀的 feel。你要喷血，还是要你开刀的 feel 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感觉，没有那种真正在开刀的感觉。所以他们这个儿童这一科是心脏科，是不是？然后如果是脑科的话，开豆腐脑。然后如果是外伤就开猪脚，是这样吗？猪心我们有用过，就是我们学校那个用过，没有那么小个，没有那么大个。总而言之很可怕，不是吗？你要可是泰迪熊你想切吗？它没有指导它开刀的任何作用啊，因为泰迪熊体内有的跟其他那些，放东西，说不定是特制的泰迪熊啊，你说什么？里面有放东西的泰迪熊，有这种吗？说不定是特制搞不好的，特制给他们开刀的。一起看答案。会造成心理创伤吧？那两来，星球王诞生。恭喜噔，来恭喜3位，但是然后我好开心哦球来，我好开心哦我手麻掉。这么久没有来，一来就拿金球，这样其他的小欧要作何感想？恭喜你了啊，军火商，很棒很棒。我很开心，带的好我很开心。刚才军火商讲的很棒，它不是一般的泰迪熊，它在泰迪熊的体内，你装看肠子，有各式的器官，然后你看它让它麻醉的那个设备，你们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让小孩对于开刀不要有那么大的恐惧。对开刀还有对什么？治疗还有什么？医生。我们对很多事情通常就是因为了解的不够，所以我会因此而恐惧。但让他从小就知道，哦，医院是这么回事，医生是这么回事，那开刀是这么回事。下一张照片炸过天竺鼠，有没有？还有 X 光哎，哇，太强了啦！好强哦！来，加分题，请问他哪一根骨头断了？我看一下，啊，都你们的啦，有没有？他就是透过这种所有的疗程，因为我们去医院很长，连牙齿都要照 X 光，有没有？他叫你到一个小房间，还叫你穿一个很重的衣服，你会觉得莫名其妙。如果你不知道这在照 X 光的话，你要做什么？所以他就透过这些，你到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照片，所以日后你对整个治疗就更加的了解。今天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，看了世界各地的儿童医院，我们自己所在的台湾也有专门让儿童去的医院。那我们的特派员小亮就带着我们一起去看这家台大儿童医院。
一行入儿童医院，小亮就本太堂地杯亲特别嘅装置艺术想到了，一般嘅医院都係拍拍嘅我们嘅感情嘅。不过，一间医院就不用来当到神奇的东西。小朋友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，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生病有时候是不得已的，没有小朋友喜欢生病，所以既然要来到这里，那为什么不能让这个环境跟那个变得有趣好玩呢？儿童医院嘅地铺就是要创造一个友善儿童嘅空间，本小朋友嘅心肝度唔会吃到僵僵，身体没吃到当轻松当好搞。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孩子知道他为什么来到医院？他不懂，你跟他讲那个很专业学术的东西，那根本不可能哈。所以有些东西会用游戏治疗，会用游戏，会用艺术，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让跟孩子互动。很多医疗，很不好意思讲，不过实际上很多医疗不舒服，小朋友来医院看医生的时候，怎么样让他觉得不要害怕？好，怎么样顺利能度过那个？然后他做什么准备？怎么样配合？如果对就是比较小的小孩来说，其实儿童医院跟普通的医院的差别是差很大的。在小孩来说，医院这样一个地方，它就是对他有一个可怕的印象，是他看到那个地方，他就会想到他以前不好的经验。那如果医院可以长得不一样，那小孩就不会怕他了。那像医生刚刚有说，就是台湾儿童医疗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。那相反来说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已经做得很好的？哦，好，我们开始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有一条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发展他的潜在的能力，要给他最好的机会，可以发展到他最好的这个状况，发展他孩子所有的潜力，这个好重要，这个就是一个儿童的基本人权。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，但是很多部分其实我们做的比很多国家都好很多。那所以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儿童友善，还有这个从环境、从身心的健康一起在整个组合的时候，我们这儿童医疗的这个水准就会越拉越高，这样子。那永远都可以进步，永远都可以做得更好。是讲下一摆唔来本医生看，医院是专门为儿童来设计嘅。督导嘅医生会对儿童嘅角度来思考，冇听错，本医生看会变到很较神奇掉嘅，像係 Win 设计嘅生命冒险。今晚共下看的时间，当特别的日日，我们现场的时候有乜嘅想法？小亮，你又去过台大医院，然后又看了我们今天的4间特别医院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就是。其实台湾的医院还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，就是我觉得台湾做了很多不止儿童医院啦，像是可能公园，可能其他的设计给儿童的东西，他们的出发点是从大人觉得小孩会喜欢这个，但他们不见得有认真去思考说小孩会不会真的喜欢。我觉得是白俄罗斯那个治疗气喘。哦，你说岩洞？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气喘，所以比较减少运动量。可是如果在岩洞里面，他们就可以很正常的运动，至少可以减缓，所以就觉得很特别。而且运动对身体怎么样？有益处。我觉得是巴西的那个医院，那个工人他们愿意将自己穿上那个，只是为了让儿童开心，我觉得很了不起。他们愿意就是这样付出，然后就只为了让小孩开心，然后而且就是工作真的就会很困难。就洗窗工人专业的角度来讲，那样的服装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让他在工作上比较，比方说你看戴着那个眼罩，然后还要拿那些设备，或许是增加他工作的困扰，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牺牲，但是为了那些孩子。谢谢4位小欧的分享。惩罚就在我们面前，准备好了吗？噔噔噔噔，它是我们今天有看到的其中一个东西的内脏，泰迪熊就是它。今天你的惩罚，我先讲一下。刚才还不知道惩罚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排练。小亮非常有义气的说，不管你今天惩罚是什么，他跟高丽菜讲，我有听到，我都跟你一起接受，好不好？待会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内脏塞回去，然后针线把它治疗好，
以上是你礼拜节目内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还有精彩内容，下个礼拜六下午的7点半记得准时收听。社会实验部，拜拜！来，开始。两位要当医疗助理吗？你们对于治疗泰迪熊有任何经验吗？我就是要存在一个。来，我们不用先麻醉吗？你们直接就手术了？它都裂开了，好吧？但我们要看紧急就医。什么整晚，这是他的命让，在所有的命让在这里啊。